镜头换来看高雄，即卖因为国内外的名称直接办大型的演唱会，是带来不少的观光效益。不过，有民众指出，部分的饭店会伫咧办演唱会期间大起价。这红点名的业者就讲，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订房，民众伫咧系统顶悬查到的是总统套房的介绍。因为观光局嘛表示，讲已经有去稽查115间饭店，无发现到起价上含高的情形。精彩舞台表演起歌迷，韩国女团 BLACKPINK 预期确定10月18、19会搁一摆来高雄开演唱会。消息一出，就有网友发现部分饭店演唱会期间房价比平常时悬出真济，其中日航酒店直接点名，拜六礼拜房价对6、7千起到3、4万。科技公司他们有员工旅游的需要，所以原先已经先将房间先做预留，是留给团体这边即将要使用的。所以我们有先将系统上面去设置到其他房型的预定是需要搜寻连续2晚至3晚才能够直接查询得到价格。业者2出面澄清，网友查到的是总统套房的介绍，饭店房价伫演唱会期间拢维持一般拜六礼拜的介绍，但嘛确实有部分饭店演唱会期间房价因为不明原因变悬，民众看法不一。还是要有一个市场机制嘛，因为这个是临时性的一个活动啊。将来如果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，还是回归市场的一个平衡价格。客人是会增加的，但是也不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把钱加上去。高雄今年演唱会经济活络，只有活动，饭店房间需求就变大，市民烦恼，闹业者借机起价，恐惊影响旅客对高雄观光的观感。观光局持续稽查旅宿业者的房价，在今年度截至目前为止，已经稽查了115家次，尚未发现有房费超过被查房价情形，显示持续稽查已有成效。观光局表示，目前无查到有饭店房价超出比价介绍，嘛呼吁业者配合政策，唔通恶意起价，共同维护城市的形象，嘛确保消费者的权益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寇建准高雄报道。